咁嚟緊呢，我哋會集中去睇我哋藍色賽道嘅。咁啊，劉以晴對住呢個薛亞齊啊。咁啊，雙方都係19歲嘅啫。咁亦都係呢個2024突尼西亞嘅女配團體青少年世界盃嘅銅牌啊。咁啊，都係隊友嚟嘅。咁所以我哋都睇下究竟佢兩個嘅對碰啦。咁啊，介紹翻兩位劍手同裁判先。兩位都係未夠20歲嘅我哋嘅香港女劍手啊！咁喺今屆嘅挑戰杯劍擊錦標賽繼續會有朱 Sir、朱霆鋒，仲有余翠怡同埋邱雨晴同大家一齊嚟欣賞我哋嘅直播。裁判 Burif Otik Uzbekistan 喺畫面嘅右手邊，頭先見到呢就係有阿飛、施雅齊紅色劍道對住喺左邊嘅劉以晴。劉詠儀裁判咁而至於喺藍色劍道旁邊嘅紅色劍道呢，將會由劉詠儀對住曾月晴。黃色劍道運動員 Chandler Hayroy。而至於呢，喺藍色劍道嘅後方呢，就會見到黃色劍道上面呢，就有男子佩劍方面嘅4強分子陳樂希將會對住李俊林。斜角嘅綠色劍道將會有另一邊嘅男配4強，由何柏林對住何思朗。比賽開始 ，Referee please start the match。隨住喺梁天晴同埋羅浩天嘅出局呢，陳樂希呢就應該係而家目前喺男配方面呢，剩低世界排名最高嘅劍手嚟㗎啦。而至於呢喺女配方面呢，原本而家目前呢喺世界排名比起薛亞齊仲高嘅呢，就係阿朱永喬。不過啱啱大家睇到啦，朱永喬就喺上一圈呢8強比阿劉以晴呢就係淘汰出局。好，咁啊，首先試下啲器材，咁啊睇下係咪正常運作嘅。咁所以呢，雙方都會試下將把劍擺喺對方嘅右下部位呢。咁啊，睇下會唔會通電。咁現時咧應該係冇問題嘅，所有嘢都咁啊，所以準備比賽。好，一開始呢，咁啊做咗一個防守還擊嘅劉以晴。好，呢劍呢，停咗步啊，試下一齊。咁啊，劉以晴做一個弓步進攻得分。好，進攻得分。今次呢，其實阿飛呢個進攻有少 delay 嘅，咁咧對方呢做完晒啲嘢先打落去嘅。睇清楚打邊個位。好，開始入局啦，阿飛。好，進攻得分。咁對方呢見呢就啲頭髮散咗出嚟啊，咁啊示意裁判呢要處理下啲頭髮，因為啲頭髮呢如果跌晒出嚟呢，都遮住咗嗰個金屬衣嘅位置呢。咁但係頭髮呢係唔會通電噶嘛，咁所以呢就會叫做遮擋嘅行為，咁都會黃牌嘅。所以呢，女劍手或者男劍手都好，如果你長頭髮，你都必須要將啲頭髮呢保持喺個面罩嘅入邊嘅。咁啊，比分去到2比2啦。好，呢劍啊，劉以晴發動一個弓步進攻啊。係啊，咁啊，試下齊都有上去，咁但係就係一個 preparation 嘅動作，咁劉以晴就係進攻得分。好，呢劍劉以晴想向前做一個擊打進攻嘅時候呢，試下齊已經將把劍放咗入去啦，咁所以呢就持續得分。呢劍呢，裁判認為呢，薛亞齊嘅發動係快啲嘅，佢出手都快少少。如果喺慢鏡嚟講，咁啊劉以晴都同意嘅，所以舉起隻手指認同。
今日薛亞齊繼續都係進攻啦，單登得分，咁啊領先住2分。咁啊進攻俾阿劉以晴做一個防守還擊，但係還唔到啊。咁但係薛亞齊再想做一個跟進上前嘅動作呢，就俾阿劉以晴呢做咗一個反攻，咁啊撩到手嘅位置啊，咁啊追翻1分，落後4-5啊。咁啊薛亞齊都加快翻嗰個防守還擊跟進嘅一個節奏啊，都唔等你去做任何嘅反應啦，直接跳入去防守還擊。咁啊呢劍其實係薛亞齊都防到啊劉以晴把劍咁，但係還擊唔到啊，咁俾阿劉以晴再做一個反防守還擊。咁呢劍薛亞齊好果斷啊，做咗個弓步進攻啊。咁啊，對方想防守，但係防唔切。咁其實咧，佩劍嚟講真係防守係有啲難度，需要拉開個距離嚟做防嘅。如果你企喺原位咧，好大機會就把劍劈咗佢。好控制節奏。其實咧第一個進攻係唔中嘅，不過咧唔放棄，繼續諗住補一劍。咁啊，劉以晴咧其實咧想上翻嚟嘅，但係咧一路褪緊啊，個步伐咧剎唔切掣啊，咁一路褪還唔到擊，咁所以咧俾阿薛亞齊咧 keep 住做一個進攻，延續得分。咁啊去到8分咧就休息1分鐘，調整下狀態，調整下個心理先。咁因為咧兩位咧都已經係代表隊啦，咁所以咧都係自己面對嘅，冇教練去提點。好，咁啊1分鐘完成啦，咁啊準備好比賽。即使話而家咧喺女配方面都只係得2條劍道咧，但係嗰種叫喊聲都係不斷嘅。咁啊，尤其是因為咧曾月晴同阿劉詠儀嗰邊都鬥得幾激烈嚇。咁啊，本身咧咁啊先攞8分嘅咧就係阿曾月晴，但係阿劉詠儀咧而家又越追越近啊！睇嚟眨下眼隨時打成平手添啊！而家。好，第一劍咧，劉以晴做一個進攻啊，好主動啊。不過咧，薛亞齊啱啱好拉開咗，然後做一個還擊，咁啊9-5，好精準啊個距離。亦都捉到啦，今次亦都係一個同頭先一樣啦，先拉開你個進攻，然後咧再接一個。當你打咗出嚟咧，其實你翻去咧要 recover 咧，其實都要啲時間嘅。咁啊，薛亞齊就趁呢個時間向前打。好湊效啊！呢兩劍都係一模一樣，亦都好精準啊！打個弓步啱啱好拉得開，亦都唔需要多餘去行多2步先還擊啊！擊劍線控制。好，呢劍呢，擊劍線呢其實係成立嘅，但係最後呢，薛亞齊打出嚟嘅時候咧，劉以晴都拉後咗少少，咁啊避開咗，咁啊再接翻呢個進攻上去，6-10。呢劍劉以晴直接做一個進攻啊！薛亞齊有少少鬆咗一個人嗰啲劍嘅唔係好到位啊！咁啊呢劍呢又係判俾劉以晴嘅進攻。係啦，薛亞齊上步有少少一個猶豫嘅 preparation 嘅動作啊，咁啊但係薛亞齊就唔係好認同喎，咁啊叫裁判去不如睇下錄像，咁啊睇下裁判睇完之後會唔會改判啦？咁啊裁判係維持原判啦，都係判俾劉以晴進攻嘅，咁啊比分追到去落後2分8-10啊。OK。劉以晴咧有少少覺得啊飛咧開始有少少心散啦，開始猶豫啊，但係咧想做搶攻嘅時候咧，原來佢都落到手。好劍，防守還擊啊！咁啊呢劍係好清脆好快，就基本上差唔多原地咁滯啊！捉咗你劉以晴個進攻，跟住防守還擊。咁啊呢劍都係試下齊起動先啦。咁啊裁判都係判俾佢。咁啊比分領先到13-8啦。咁啊出手先嘅薛亞齊啊，再攞1分，去到14-8啦。
擊劍線控制，劉以晴嘗試破壞擊劍線啊，做個擊打進攻，咁啊湊效啊！咁啊睇下次阿齊點準備呢一劍啦。裁判都要睇下先啦，因為咧個起動時間差唔多，可能同時。係啊。但係其實配劍呢，就好少會判同時嘅。咁啊睇下裁判點判啦。因為除咗起動咧，出手嗰個動作都好講究啊。你要同時真係起動手都 Start 要一齊。preparation， 因為佢睇到應該係睇到啊試亞齊有一個少少收手嘅動作，咁啊判俾劉以晴進攻。哦，係啊，劉以晴想轉一個線道啊，咁啊試亞齊咧見到佢轉線道嘅時候咧就好果斷，伸手做一個搶攻，刺中得分15-10。哇！隔離啱啱聽到劉詠儀嗌得好激烈啊！咁啊原來分㗎啦，因為由之前呢，喺8分休息嘅時候都講過啦，咁啊劉詠儀係落後6-8嘅，跟住俾佢咧越追越上，跟住而家劉詠儀仲要叫糊添啊，另外一邊，所以應該好快大家會睇下會唔會聽到阿劉詠儀再大嗌㗎啦，因為佢習慣都唔止嗌一次嘅。大膽出手啦！哎呀，點知俾阿曾月晴防守還擊啊！喺個底線嘅底部啊！再褪多少少就出界嘅時候，做咗個防頭嘅防守還擊啊！咁啊呢邊先恭喜晒呢，就係阿菲試亞齊15-10咧贏咗劉以晴。咁啊，大家應該都喺背面亦都見到呢，其實啱啱頭先咧閃過咗，見到啦。啊劉詠儀啊，亦都嗌埋最後嗰分喎。睇下先，咦嗌完似乎呢，而家就試亞齊就入咗金牌戰㗎啦。頭先聽完啊，劉詠儀嗌完，以為佢最後嗰分攞到，咁啊，但係似乎裁判就有唔同嘅意見啊。因為中間咧，佢哋兩個咧都有以為自己打中啊，咁啊鬆咗少少，咁其實裁判可能嗌咗停啊，咁所以後邊嗰啲得分咧就唔計㗎啦。咁所以咧但係劉詠儀咧覺得，喂，其實我集中翻嚟再打翻㗎喎，咁所以同裁判咧都有啲討論嘅。不過唔緊要，專心翻再打啦。